大家有冇睇到鍾培生嗰場求婚啊？真係誇張到好似拍港產超級英雄片咁。佢唔係普通跪低送花嗰啲套路，係吊威嘢由30米高空飛落嚟，仲手持雙劍，好似動漫戰士咁霸氣登場。成個場景仲有管弦樂團伴奏，搞到好似開演唱會咁，真係浮誇到極致。莊雅婷咧就唔係普通女仔，25歲就已經係西貢區議員，仲係全港最年輕嘅區議員，學歷靚到爆，北大雙學位 plus 港大碩士。之前做報名參加港姐，不過因為政治身份有爭議，最後退選。依家咧就成為豪門公子嘅未婚妻，但係政壇同娛樂圈嘅跨界組合。我鍾培生承諾，我會愛你、保護你同埋照顧你一生一世。網民反應都稀巴跳，有人話呢個唔止係求婚，直頭係全港盛事，仲有人笑叉咗個鋼鐵俠飛出嚟。不過祝福留言就洗版，大家都話名草有主，終於封盤。咁你睇啦，一邊係富三代霸氣求婚，一邊係政壇新星俠侶搭營，場面浮誇到好似拍動作片，仲要全城熱話，聽到都覺得好似睇緊真人 show 咁。